市原社量界甲北区里长联会会长童小云，自7月5日到7月7日，一连3天伫北区海岸路发送爱心防疫便当餐券，帮助北区甲中西区的弱势边缘户度过感情困境。议员社量界表示，伫这波疫情当中，更爱会记得莫忘世上苦人多。勿忘世上苦人多了哦，这次疫情真的带给大家一个很深刻的一个印象。那事实上有很多人生活都不好过。我感觉讲政府有纾困呢，但是有真侪人无法度得到帮助。当然政府的资源有限啦，所以我看里长、联谊会会长甲童小云呢，来发起这个送1万粒的便当吼，大家救急一下。我想僧多粥少无法度帮助到每一个人这阮会阁继续努力。纾困虽然很多，但是却领不到的人也很多。而且现在公庙及爱心团体因为疫情的关系不敢群聚，所以也赠送物资的活动也都是暂停。所以在我们基层很多的乡亲需要很多的帮忙，但是很多人还是看不到政府在做什么。所以希望我们这个基层从基层开始，让我们这些这次共同一起，还有我们谢龙介服务处。还有我们赤垦文教基金会，还有谢龙介知友会，还有各界爱心人士一起共同发起这个送1万个便当，也感谢我们这些共同一起发起的人士的爱心。社量界另外表示，7月12号无一定会当解除封锁，伊会甲童小云会长继续募集善款，办理爱心便当纾困的活动。7月12号呢，不一定能解封了。那要是没有解封的话，这个苦日子恐怕还会再延续，所以政府也不敢保证能解封。那如果是微解封、半解封，那最后呢，还是一样，没有第2波纾困再下来的话，我想会更困难所以我们会再跟童里长呢，他会提出在第2波我们再来募集一些善款，那继续来。在做在帮忙更多的人，我想有能力就大家尽量做嘛，人饥己饥，人力己力，阮会当做呢，尽量做安尼啦。这次的爱心防疫便当活动，除了是由社议员甲董会长4家走总以外，另外也有社会上的善心人士以及志工朋友共同的加入，才会当让活动如此的顺利。台南新闻张秀伟采访报道。